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4年8月17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34篇第9节到14节，约伯记13章第1节到19节，约翰福音第4章第7节到26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真假。保罗劝勉基督徒都要有新的生命。要有好的生命品质，其中一个真重要的代志，就是是非常重要，就是爱讲诚实话啦吼。殉道者司提反就是去互一群做假见证的犹太人甲害死，保罗嘛互一群做假见证的人来害伊受掠。伫约伯面对约苦难的时阵，伊的朋友一个接一个提出谏言，真安尼激动，好像亲像因拢真捌上帝，因是上好的，约伯是一个罪人。约伯真明白因的心态，甲因所讲的话。伊嘛真无客气话来甲因批评。约伯记13章第1节到19节，这一切我的目睭拢有看到，我的耳孔拢有听到，嘛明白。甲因恁知的，我嘛知。我无较输恁，我实在是爱甲全能者讲话。真爱甲上帝来理论，明恁用白贼的话惹砍家己的无知，恁拢是无路用的医生，可袂得恁拢点点，才是有智慧。请恁听我理论，注意听我申诉。恁是要为上帝讲无影者的话？为伊讲白贼的话是无？恁兼毋是伫偏袒上帝，伊要为着伊来辩护。伊若甲恁查验，恁兼会无代志。恁兼会亲像骗人安尼来骗上帝。恁若暗偏袒，伊一定会甲恁责备。伊的威严减袂互恁惊吓，伊的恐怖减袂临到伫恁。恁所记得的箴言，亲像火斧无路用；恁的辩护，亲像土埋未可得。恁点换我讲，出在以来，无论什么我拢承担。我决定冒性命的危险，甲伊拼输赢。我已经无毋茫。上帝要杀我，我嘛毋惊。我要伫伊的面前为着家己所做的辩护。我安尼做可能会捡着性命，因为无敬畏上帝的人毋敢面对上帝。着注意听我的话。互我的申诉入恁的耳孔，看咧，我已经准备好势。我知我一定会胜诉，啥人会当甲我辩论？若有，我就无搁申诉，甘愿死。约伯的意思真清楚明白，就算是伊要控告伊有罪嘛，伊要将伊定罪是无可能的。伊要爱本身甲上帝来辩论，伊认为安尼才是真实。因此，伊想要伫上帝面头前来真正提出抗辩。信仰真甲假，其实毋是用言辞辩论来做，乃是一种生命的现象。也好那亲像耶稣甲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伫古井边的对话同款。
有人讲，因一定要伫倒一个所在来敬拜上帝，才是真实的敬拜。但是耶稣基督甲伊讲上帝是一个神，因为安尼人就要用心灵甲诚实来敬拜伊。耶稣基督甲伊讨水啉的时阵，嘛甲伊讲，啉我所想赐的水，就无过会喙干。这是真实的敬拜，真实的生命，对基督所想赐，对上帝遐来。约翰福音第4章第7节到26节安尼记载，有一个撒玛利亚妇人来抢水，耶稣对伊讲：“请一水水互我啉。”迄时，伊的门徒已经入去城内买食物。撒玛利亚妇人应耶稣讲：“你是犹太人，哪会对我这个撒玛利亚的查某人讨水啉啊？”原来犹太人甲撒玛利亚人是无往来。耶稣因讲：“你若了解上帝互人的恩赐，阁有对你讲，请一撮水互我啉，迄个是甚物人？你早就会甲伊求，伊早就会将活水互你。”妇人讲：“先生啊，你也无像水的器具井搁较深，你要安怎得到活水？阮的祖先雅各留这个井互阮，伊家己，伊的子孙，伊的前生拢啉这个井的水，你减会比伊较高。”耶稣因讲：“啉这个井的水人会过喙干，不过啉我所要互伊的水袂过喙干。因为我要互伊的水伫伊的内面成做水泉，一直冲出活水，互伊得到永远的活命。”妇人讲：“先生啊，请互我这个水，我才袂过喙干，嘛免过来抢水。”耶稣甲伊讲：“你去叫你的丈夫带伊来食。”妇人因讲：“我无丈夫。”耶稣甲伊讲：“你讲我无丈夫是有影，你捌有5个丈夫，你现在的毋是你的丈夫，你讲的是事实。”有的人讲：“先生啊，我看你是先知，阮撒玛利亚人的祖先伫这个山顶敬拜上帝，恁犹太人讲耶路撒冷才是敬拜上帝的所在。”耶稣对伊讲：“妇人啊，着信我，时得要到，迄时恁袂伫这个山顶，嘛袂伫耶路撒冷敬拜爸。恁撒玛利亚人敬拜恁所毋捌的，阮犹太人敬拜阮所捌的。因为拯救对犹太人出，不过时得要到，现在就是。真正敬拜爸的人会用心灵甲真实来敬拜，因为爸爱这款的人会敬拜伊。上帝是神，敬拜伊的人就用心灵甲真诚来敬拜。有的人对伊讲：“我知迄位称做基督的弥赛亚特别来，伊来的时会将一切的代志甲阮讲。”耶稣甲伊讲：“我这个得甲你讲话就是。”耶稣讲：“真正敬拜爸的人，就要用心灵甲真实真诚来敬拜，因为爸爱这款的人敬拜伊。上帝是一个神，敬拜伊的人就用心灵甲真诚来敬拜。”诗篇34篇第9节到14节，上主圣的子民啊，就敬畏伊，因为敬畏伊的人拢无欠缺。少壮的师嘛会欠缺，会枵
毋过找求上主的人，什么好物拢无欠。细囝着来听，我要教示恁敬畏上主。恁中间啥人意爱性命，爱长火烧香通享福，着禁家己的子，无讲歹话；禁止子，无讲诡诈，拒绝歹做好事，热心追求和平。感谢天父赏赐救恩，借着耶稣基督的牺牲，互阮得到生命的粮、生命的活水。求主互阮的心灵被更新，用真实诚心来敬拜。感谢基督，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